消防员加班今天问题跟讨论真久了，不仅消防员加班费一个月上济是当87000块，内政部按算讲一个月，搁要加2000块变19000哦。也毋过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早起是呼吁讲，至少得爱加5000块。内政部无直接回应，也毋过强调讲，会要求落实补休的制度，让消防员会当排班休困。消防继续做功德。 消防继续做功德，加班补偿遭打折，加班补偿遭打折。加班真多做功德。第一，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召开记者会指出，消防员逐个月加班180点钟，若拢领加班费应该要有3万块。不过现主时加班费上济干那会当领17000。内政部目前嘛干那愿意搁加发2000。消权促进会批评加2000块的方案是三无政策。我们所谓3没有，就是没有合理的补偿。 没有研议基础，没有基层意见的方案。消权促进会希望上无爱加5000块，针对因的诉求，内政部无直接回应，干那讲会落实消防员加班补休的制度，嘛会尽力补充人力空缺，维护消防员的健康权。不好意思，所以内政部没有要退，是不是？会维持这个2000元方案，是不是？目前我们先办中。哦，那我们就觉得蛮遗憾的哦。连续休个3个月，然后导致消防人员没有人力上班。 然后影响救灾救护，这样子你们觉得所谓的以补休为主的概念是这样子下去做运行的吗？记者会上，内政部人事总处甲主计总处也是拢无承诺加班费调成5000块，消权促进会表示遗憾。记者林书豪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